的他都听得进去。你不给他听这个，就是浪费掉了；你不给他看经典，就是浪费掉了。不能说不看经书，内容可以不看，不看没有关系。但是老师，我们要知道他是不看还是累了，让他休息一下。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我们都要让他怎么样？都要让他吸收进去，这样子就很快了。读到我们的八识田中里面去，读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那这个孩子啊，他就听得懂，他听话就听得懂，他做事情一点没两个两遍。这个是很简单的啊，你最注意看。这是比较大的小朋友啊，好，这是那个园长颁他们礼物啊，家长都说太赞了，家长都说太赞了哦。啊，这个就是我们去幼稚园推广啊，这是康德幼稚园啊，他们的园长他们都很欢喜哈，好。那我们都会跟园长讲，如果呢他们就会把老师集中起来，集中起来。那我们就是说大概我们会排课程，就是说读经的方式比较实务的让我们来跟他分享，来跟园长来跟这些老师分享像木鱼有个 tempo 啦，那因为后学今天40分钟不在这个区块里面，后学大概会带过去，我们期待后面呢有更棒的实务课程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这样子那园长几乎都很乐意因为我们市里协会出去跟他推广的这个是美容国小一位老师帮他办的读经班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在我们理事长那边在花莲也是很棒大家都办得很好乖宝贝读经幼儿园这是他们园长好，那就是总共呢，我们有4个步调：及早读经、导时读经、大量读经、快乐读经是这样子，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培育人才他们在验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去辅导的幼稚园，他们自己园长他们会验收，帮小朋友验收。比如说1个礼拜读学然后第2个礼拜看他们这个怎么排我们会提供一些就是一些建议性的课程的排法，实际上由他们来拿捏，那他们每个礼拜5就是都会那个，然后他们会分享礼拜1、礼拜2老师在读，那基本上呢，如果读半年之后呢，孩子第3天呢几乎认的字就很多了，他们课外读物都很会读课外读物都很会读，因为课外读物它有插图有插图，像我们后面有很多书籍有那种插图，对不对？那我们的经书呢？我们的《大学》《中庸》《论语》4书5经13经，我们这个有没有插图？没有吧？所以说呢，他们这个都会读了，文都会读了，那个我们请我们讲慈悲请大鞠躬，大鞠躬。掌声好，掌声好。出来，我们可以坐下吗？谢。我习惯了在我们的佛堂呢，习惯用后学来称呼接着这个场合呢，让后学突然觉得严肃起来了。不过呢，如果是在志工团的话呢，甜妹一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伙伴。刚刚呢站在后面听到说前道请起立，坤道请起立的时候，我们亲爱的伙伴们，我知道你们来自教育界
师是老师的，挥挥手好不好？勇敢的挥手，因为你们是教育的先锋，挥挥手，传道授业解惑，我跟你们握手啊！好，那我们社区读经班的老师或者是家长，请举手。哇，也蛮多的，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那你自己是今天呢？是自己非常主动看到这个简章就来参加的，请举手。给他们热烈掌声，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呢，可见呢，大家今天呢会来这个地方，一定是哇，这个一眼非同如可哈我是吴你甜妹，口天吴，甜蜜的甜，姐妹的妹哈，所以呢，看到甜妹的时候就是幸福的指标啊，这样对吗？对哈，所以呢，今天呢刚开始呢要来，因为是下午的时间了哈。我们的总干事呢也刚好在用这个我们的简报，因为这中间呢刚好没有排下课时间。然后呢，一路看我们的这位学员啊，我也曾经很认真的坐在这个讲台底下我这个时间我最怕我自己怎么样，你知道吗？打瞌睡，所以呢，后学引起大家想要喝水的，想要倒开水的，3分钟好吗？好，我们现在3分钟的时间。就要回到位置上了，好吗？可以吗？3分钟，来，快点，3分钟。其实你们不可能3分钟回来啦，一定后面会加个点数啊。如果后学现在在上课期间，小朋友要上课，他要怎么办？谁知道？刚刚后学教过了，刚刚谁有听进去的？来，指哪一只？右手举起来，然后呢？这位来，这位学来，这位老师来，今天你们升级了，后面的那位老师来。好，我刚刚比他了，我的11点钟方向来，这后面这位老师来，就是你，对，当然你举手举最快来，怎么比？右手举起来，食指比1，这就是告诉我你要去上厕所，答对。那如果要抢答呢，就不要哭出来了，对，所以呢，故事讲得正精彩，说不要都说老师我要上厕所，那就打断了说这个故事不知道怎么说下去，对不对？好，请坐下。那我们请我们的谢谢，来。好，恭喜你得到我们今天的生产师的小姐来了，第一位，你好，对吧？好，亲爱的伙伴，这也是班级经营面向其实，在上课的期间呢，一个孩子他能在40分钟的时间，他能定下来上20分钟的课程，说实在非常的简单。叫我们这个家长的人静下来听都非常不容易。刚刚我有说我叫什么名字，大声一点好不好？吴甜妹。你们怎么都知道？你要说后面都有好，这是轻轻的告诉我，你们知道这是哪里的背面风景吗？哪里？大声一点，七星潭。请问七星潭是7个潭所组成的潭吗？不是，聪明。有机会，我儿子说特别交代妈妈要记得跟所有
这样说呢？所以我叫他花莲，因为我是台东人啊，道地的台东人啊，家住关山镇的电光里哈。那个地方呢，今天我有特别跟我们的田主任介绍了，好山好水好米啊，吃的那个米哦，我常常跟儿子说哦，走过了千山万水，还是家乡邻最美。吃过了人间的山珍海味，还是够那个避暑汤啊。所以呢，关山池上米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它的水来自于中央山脉的什么？对，山泉水零污染哦，透过了卑南溪，做了大郡，然后流到了每个乡间小道，到了每一户人家。所以呢，我真的好喜欢花莲，也很喜欢台东。可是我今天发现，我更喜欢我们台南的神岩山。当进来门口的时候，我一路从早上的明明闹钟定4点半，可是后续4点就起来了。然后呢，起来之后快点继续睡下去。可是呢，时钟跟闹钟跟我的脑筋都不配合，我还是继续睡下去。然后呢，就在往大武山上的时候，不小心中山你问我要不要吃啊？我们这几位坐在这个车上说不要吃，因为呢，刚刚路上一路都吃过来了哈。眼睛一睁开，我就看到神岩山3个字，非常好的地方。我能给它4个字，叫地灵人杰。一切的环境里面，天地人。如果我们今天因缘，今天你们大家都能舍弃这个端午佳节的日子，然后呢，来这个地方精进学习，所以我们下一代有福了。就因为这句话，给自己爱的超棒，好不好？爱的超棒。怎么做？跟后学做，你会了来冰棒，第2个呢球棒，第3个，因为孙悟空的金箍棒虽然拉出来，前贤比最大，好不好？如果是读经班，你就说读经班已经最大。如果你是今天在某个爱班、中班、人班，说1年10班，你就写1年，像我现在在4年10班，我最大。好，爱的超棒。冰棒，王建民的球棒、金箍棒、读经棒，我最大，太棒了。刚刚有收到后学的小礼物吗？有，这是什么？我知道很多老师应该都有接触过，对不对？有接触的抓眼叫3下，都没有看到，表示那没有接触过的脚踩3下。好，基本上都没有玩过。如果我说后学，表示呢，我就常常在佛堂讲后学习惯。如果我讲你们也要接受我，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讲课的时候，习惯都会说过哈。如果叫姐姐妈妈，表示我今天又进入到哪个到学校的读经班去了，所以呢，很多身份，所以不要都给我搞混啊，那你们能接受就好了哈。那这折节卡呢，小朋友总共有它的款式有1000多张，小朋友超喜欢的哈，所以呢，我相信你们也会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在广钢琴啊，进到一个班哦，不管是调皮的、乖巧的，我喜欢读经，我爱读经，就是因为我们的孔老夫子8个字震撼我的心。第一个句叫有教无类，第2个叫什么？因材施教。因为不管在这个班级，像我现在在民国小4年10班，还有调皮的，有所谓要上启智班的，有所谓的单亲家庭上特教班的，有所谓的过动到老师在一个课堂上，既然是把它安置在到这个年代，我现在说这个话还是事实哦。既然是要把它安置在我老师的座位在这边，这位学生是坐在老师的左侧方，学生就是坐在这个地方。目前真的有这样的班级，但是呢，孔老夫子就讲了，这样的孩子要不要教？所以有教无类。但是他后面加了4个字叫什么？因材施教。不管爱打球的，让他去发挥打球；爱射箭的，像子路，虽然他个性鲁莽，但是呢，他是一个中立型的，他就培养他的性情稳定之后呢，往他的性情上去发展。
所以呢，在王才贵教授在分享12季今年之后，更让后学震撼到现在，就是什么？读经版。在孩子13岁前，急不急让他懂？不用懂，不用先懂，慢慢懂。哪个时候懂？待会后学呢，会在今天的将近2个钟头的时间呢，一一来做分
但是他的这一辈子，因为我的小学老师要教我6年，他给我的一句名言哦，我真的时时记在心里。也不是老师给我名言，是老师给我的启示。我也告诉我的孩子，常常这样告诉他们。要批评哈，不管是你有缘的老师，或是你比较没有缘分的老师，都要感恩，因为这都有因缘的。所以呢，非常感谢老师，贵人越是恩人，所以我们不能对老师好一点吗？我们去上王才贵的课，刚刚真的要打破大家说啊，真的好严肃，大家为什么要起立敬礼？我们现在在学校的课堂不用起立敬礼，但是后学进到国小小朋友因为老师的关系，老师的要求我虽然是一个志工妈妈，我进到教室，这些学生班长一定会喊起立敬礼，然后天天妈妈早，然后坐下。下课的时候，班长也喊起立敬礼，谢谢甜甜妈妈。如果不 OK 这个不整齐老师会叫你重来一次。这老师棒不棒？棒！给他们一个爱的意思好不好？棒！一声就好，一次拍，一次预备，棒！你们真棒，看你的默契，才刚刚到现在就配合的这么好，你们太优秀了。所以呢，那王才贵教授，我们让王讲师也曾经上过他的课，震撼教育。他的每一堂课，不管是哪一位教授，有名跟没有名的，有名的老师、有名的讲师，一律都要怎么样？起立敬礼。王老师好，一样都要起立敬礼。我们现在孩子为什么越来越没有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家教身教？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常常到处呱呱叫，包括后学在内因为身教言教没有做好，就会到处呱呱叫，不然很烦躁。你哪来谁你怎么乱跑我们常常就发脾气了。所以你要身教言教好，所以我们才不会到处这样呱呱叫所以呢，在这个小学的过程里面，我相信在我们一辈子的过程里面，孩子的童年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呢，一草一木呢都有你我的足迹。然后后学呢的纲要，我们的纲要跟后学做的简报呢，会有一点点落差那所以呢，我会简报档这边，那我们的讲义这个部分也是有不谋合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请大家老师们做参考。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老师与我就是亲师生的合作。那在我的讲义里面有提到，那么我们的孩子跟老师间的默契，我昨天这个孩子呢6年级的毕业典礼，那国中这一位呢班亲会，听说国中很少在开班亲会，那这老师很勤快开班亲会。听我儿子回来告诉我，因为我两边很为难，没有去参与他说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昨天老师在这班亲会被家长喷的这样骂一直骂。我说真的，哎呀，就是妈妈没有去，没有办法帮他解围呀。我说什么问题这么难？他说因为暑期要辅导课，老师要求说不只是上半天，下午要上。那这个家长就很生气的说，哪有一个小朋友这么厉害从早上到晚，现在又是暑期，干嘛要这么累？给孩子偶尔休息休息。可是老师有立场说，你们要升3年级了，接着又要怎样，就所以呢就僵持不下，就退一次所以为了孩子的下一代的教育，我们真的非常痛苦那介绍我的家之外，我要介绍我的职业，是非常的殊胜。士农工商，请问你们知道是哪一个行业吗？好聪明因为你们看到图片有，因为有暗示那这是呢，去年度呢，我们带着民意富裕的小朋友，很小富裕到我们的田里呢摘番茄。那摘番茄完毕，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接着那天是课程实际应用课程，接着他们要到市场去看这些商人怎么把农夫的这个菜呢，怎样去一笼一笼的批发出去。然后他们到了商人的身上，又到菜贩的身上，看这个菜贩怎么样一把一把、一斤一斤的卖给我们这些的家庭主妇跟家庭主爸那这些小朋友呢，进到我们的温室的时候呢，温室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它叫同心蔬菜园。甘心人都知道头它也变平平，就是这个玩意，所以同心蔬菜园那这些小朋友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他问后学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说
做很好的靠山了哈。那么那一天的去实际运作干什么？就是因为平常都在课堂上读了生活，读了社会，读了自然，没有实际应用，孩子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哦。所以呢，常常老师就安排一些室外的运作。现在我知道很多都是排这样的课程哦，到大地去插秧，到湿地呢去怎么样捞水草哦。孩子自己在番茄，但第一次的体验，孩子有没有高兴？非常高兴。原来番茄长在这个上面，不是树上面吗？不是，是藤蔓的上面。孩子呢，不要围起了，去摘花、摘地瓜，待会后面会说摘地瓜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讲哈，要摘东西以前呢，我们就跟孩子说要尊重生命，要跟这个番茄说，我都用了下一个指令了哈，因为我们会在学校呢大概运作5年吧，教这些小朋友种菜。那么我们会跟孩子要采收的时候跟他们说，番茄，爷爷不要摘你了，啊，你想要叫番茄奶奶可不可以？可以哈。不要摘你喽，因为你成熟了，要感恩哈，去尊重生命。那么感